市议员蔡小薇伫咧市政质询中，针对降级来呼吁市府一定要有防保护性的旅游，除了提悬疫苗注射率以外，同时嘛对运动场馆、观光场所，佮有其他的公共空间，应该有更较明确的完整规范。一方面避免民众无清楚来受到处罚，另外一方面嘛，互防疫的效果来提升。另外，针对专案注射疫苗，议员希望市府会当赶紧来提悬台南市疫苗的覆盖率。同时嘛，互报告人员佮学校的代课老师疫苗注射会当赶紧来进行，降低恢复上课了学生甲老师的互相感染风险。有关于教育产业，是不是教育局局长？咱的好朋友吼是补教业者啦吼，那现在渐渐的也要开放补习班的部分了。那伊嘛有听讲专讲吼，目前敢若咱台南市疫苗搁咧争取当中，是不是？局长来当说明一下，即卖状况。是跟你做报告啦。其实我们所有的教育人员啊，那我们尽可能让他早一点施打，那没有抗体。尤其像幼儿园、安亲班啊，这个在暑假期间他们还是提供服务，所以我们市长呢是优先就给他们这个调度了那个疫苗去进行施打。那他们7月10号都打完。那接下来呢，就国小的部分，那么现在国小都打完了。那接着从26号，我们有国高中。那最近也有人在讲说，国高中，好像怎么样不施打？其实我们真的是在跟卫生局这边啊，市长支持之下，我们先做了一些调度。那现在接下来，那国高中的疫苗其实正式还没有拨下来。那补习班当然也希望能够早一点施打，可是现在的确是也有一些调度额度上面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也持续跟中央去做一些反应。即使地方如果没有子弹，我们的确也没有办法上战场，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市长也说，我们是不是想怎么样的办法，也可以让补教业者能够安心。另外，议员针对电子烟的相关规范嘛，提出来甲市府探讨。目前烟害防治法也是戒烟教育实施办法，拢还未针对电子烟来做出规范。最近5档内，国中甲高中的学生使用电子烟的人数增加54%。议员指出，学生买到电子烟的管道伤过方便，有部分的店甲营业登记项目甚至毋是分酒零售业，造成咧互相关单位咧稽查的时阵无方便。呼吁市府应该赶紧来定出自治条例，保护囡仔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高中生伫咧食电子烟的比例来讲，吼，一定将近吼要增加到5万几个人，也是增长率吼高达54%啦。所以我今仔要来重视的是针对未满18岁啊来吸食，不管是遮抓烟还是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吼，咱是要安怎来甲管控啦吼。所以呢。陶主角我在讲吼，只有把它列入这个校规里面啦吼，但是它还没有一个自治的条例形成，所以不管是在烟害防治法，还是说这个戒烟的教育施行办法里面，其实目前电子烟都无法度来管理。就头先许局长所讲的吼，上到中央来讲吼，其实今嘛目前没有共识啊，没有共识。但是呢，我在这边想要特别提出来的，当然咱是为着保护未满18岁来。食烟的这个状况吼，咱希望讲台南市政府会当以嘉义市为例吼，咱来想看卖是不是有咱的自治条例的部分。其实好了，因为中央法规标准法里面牵涉到有规定，就是说跟人民权益相关的，必须用法律定之。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用行政命令来去处罚这个所谓的电子烟啊，但是用自治条例的这个规格是可以的。这个电子烟呢就纳入校规。而且也严禁教职员工生绝对不能在校园里面做有携带跟吸食这样的行为，它一定是违反规定。所以如果是学生的依校规处理，那如果是教职员工，我们就以考核来处理。最后针对学校周边出现无人的情趣用品店的问题，议员指出，针对店家的门禁系统，只要扫了 QR code 恢复满18岁就会使入去，甚至伫距离国小无到200公尺的所在来设店。针对这个部分，议员认为审查伤过简单，议员请市府相关单位应该加强来管制，避免造成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无好的影响。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